这些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3年12月22号，公元2017年2月17号。这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成功结束印度南部参访，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正在日本展开正式访问。台北展开由雪季雪域谈西藏历史2017年国际书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保证人权理事会的大门对所有人开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在印度新德里、海德拉巴市和阿姆拉瓦蒂等地为期10天的访问行程后，于本周一2月13号返回达兰萨拉。在此之前，达赖喇嘛尊者因斯瓦米维维卡纳达国际基金会的邀请，以当代印度振兴古印度智慧为主题，对3000多名印度青年和学者发表了演讲。上周五，尊者与安德拉邦首席部长加德拉巴布奈杜一起为新成立的首届全国妇女议会2017举行揭幕仪式。会上，达赖喇嘛尊者鼓励从事各项事业的印度妇女，望她们在不同领域中起到重要作用，并鼓励妇女在促进慈善事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现年81岁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指出，他的母亲是他的第一位老师，指导他实践爱与慈悲。So, the first teacher of my practice of love from my mother. 2月11号，达赖喇嘛尊者参访了印度南部的萨达瓦拉帕伊帕特尔国家警察学院，并与该校的200多名警官进行了互动交流。在此过程中，尊者重申他所提倡的世俗论理的内在价值观纳入教育系统的重要性。在结束新德里的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12号在海德拉巴市应邀出席了达赖喇嘛论理与价值观转型中心奠基仪式。尊者指出，我总是认为自己是这星球上生活的70亿人类中的一员。事实上，这70亿人都是兄弟姐妹。无论你是国王、皇后、精神领袖还是乞丐，我们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出生，也同样要面对死亡。所以，我认为对70亿人都要有平等和一致感。无论我去哪里，我们之间都是以兄弟姐妹相称。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情感上，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尊者表示，人们往往忽略了彼此之间最重要的共同之处，却以注重宗教、国籍、贫富、贵贱、肤色等这些次要的区分上，结果这些便成为导致纷争与暴力的主因。假如某一地方发生危机时，我们可不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而是应该要考虑如何帮助这些人脱离困境。达赖喇嘛尊者指出，他有一个梦想，要创造整个世界的联盟。如果人类为他人的幸福着想，我们彼此都会受益。我赞赏欧洲联盟的精神。在几十年和几个世纪的战争后，欧洲联盟的成立是为了使共同的利益高于这个或那个国家利益而建立联盟。欧洲联盟的精神应该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得到发扬和推广。同时，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也能和欧洲国家一样创造亚洲联盟。我的梦想当然不会在本世纪内能够实现，但有望在未来23或24世纪中，应该能创造一个世界联盟，一个非军事化的世界。此外，本周二，日本议会议员，包括日本政府机构和对外关系委员会顾问等，欢迎西藏政治领导人司政洛桑桑格博士到日本东京议会参访。
司政罗萨桑格博士称赞日本议会成立的由87名议员组成的西藏支持小组，并表示该组织向西藏境内的藏人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希望和鼓励的信息。周日，司政在东京举行的公开演讲会上，司政谈到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并敦促日本政府要支持西藏中间道路政策。前来参加这一活动的有作家、记者和远藏人士在内的300多人。13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在日本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会见了该国部分杰出领导人和各家媒体记者。司政在会上提出，他希望美国政府继续支持达赖喇嘛特使与中国政府之间展开对话，并尽快解决西藏问题。2月9号下午，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应邀2017年台北国际书展独享时光主讲由雪季雪域谈西藏历史。达瓦才仁在70分钟的现场直播节目中提到，失败者应该书写自己的历史，否则胜利者默写的谎言就会彻底掩盖血腥的真相。基于此写下《雪季雪域》一书。达瓦才仁在访谈节目中畅谈西藏民族的历史与困境，表示就藏人的立场而言，只要尊重西藏的宗教文化，和中国做一家人也无所谓。但是中国政府从未实践签订的条约及宪法，如17条协议的内容，还有中间道路是要在中国宪法框架下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但是执行或兑现中共自己颁布的宪法内容，既然也成为中国政府与西藏人讨价还价的筹码，成为藏中谈判的条件，和谈一再被拒绝。然后把西藏妖魔化，说给人的感觉，如果当天中午，在台北国际书展公民书区举办“图说西藏史”及寻找共同点新书发表会，由达瓦才仁及雪域出版社赖玉宁社长担任嘉宾。随后，由西藏的天空季刊主编卢慧娟以“在这里遇见西藏”为主题，介绍自焚西藏的社会抗争，阐述西藏民族为了求取西藏民族在中国统治下能存续的一线生机，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实现西藏民族的自由。邀请台湾人民一起参加310支持西藏游行，因为唯有世界看见西藏的社会抗争，与西藏同行，西藏民族才不至于被毁教灭族，在中国统治下能够有一线生机。紧接着，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与西藏驻日内瓦办事处于近日共同举办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西藏在联合国宣传活动，旨在加强西藏人权宣传，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关注目前西藏境内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在联合国第34届人权理事会会议即将召开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4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针对目前西藏境内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在日内瓦对数个联合国常驻代表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进行了长达1周的互动交流。此次西藏在联合国巡回演说代表团成员包括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波索南诺布、秘书长夏岭大珍、外交部人权事务负责人甘丹措姆，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欧洲多杰等。该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已故西藏高僧丹增德烈仁波切侄女尼玛拉姆。尼玛拉姆去年秘密离开西藏，到印度达兰萨拉定居。据尼玛拉姆介绍，丹增德烈仁波切在服刑期间被毒杀身亡，目前正在请求国际社会介入此案，彻底调查丹增德烈仁波切之死因。基于西藏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以及中国政府屡次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情况下，在为期1周的巡回演说中，提出了以下有关人权方面的4个严重问题： 1. 任意逮捕。如主张使用民族语言的活动人士扎西汪丘先生以煽动分裂国家罪被捕，
丹增德烈仁波切在中国监狱内虐待致死。2、宗教压迫，如大规模拆毁拉荣5名佛学院，并从该佛学院强行驱逐僧尼，强迫僧尼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政府直接干涉宗教事务，对寺院进行政治化管理，控制藏传佛教转世制度。3、无辜失踪，如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却吉尼玛自1995年6岁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4、监控境内藏人，如通过网络化管理系统限制藏人旅行、没收护照、歧视性监督和任意刁难出国藏人。在巡回演说活动中，代表团还在萨尔瓦多会晤了联合国常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华金亚历山大·马扎特。华金主席向代表团表示，他的办公室致力于保护世界各地的人权，人权理事会的大门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华金主席还表示，在做人权工作时，不需要担心国际局势和背景，但需要有一个务实的眼光。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外交处秘书长达波苏南诺布表示，外交与新闻部发起的致联合国巡回演讲工作，是为了确保西藏在联合国人权议程中增加分量，特别是在本月开始的第34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以及来年11月份的定期审议中国人权状况等，具有重大意义。代表团成员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新闻处秘书长夏林达珍表示，外交与新闻部有一个明确的5年战略计划，利用联合国机制有效地与联合国各部门办事处及人权理事会进行接触。中国是联合国理事会成员国，然而中国政府正在试图颠覆联合国人权法。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使中国成为最具有能力和自我负责的联合国成员国。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